欢迎收看今日嘅《福喜女》呢個節目。今日大家來分享當從那個第一次講嘅是係烏鴉子，除了是牛奶之外，佢慢慢大個後做啲新物嘅東西嚟用飲食咧。所以大家咧分享你今日來賓其實呢個形容是王玉玲先生，歡迎。大家好，我係王玉玲，今日真歡喜來老大家講，你生日呢，哈，都烏鴉嘅愛變到小朋友嘅時節，哈，愛講嘅先。真嘅哈，其實講實在話哈，以前土生人老李啊哈，土生人真嘅係冇強用。係，好講到嘅農業社會嘅時節，媽媽土生人是愛用嘅，都隨便吃，對不對？生日起家就會胎，不過也很重視小朋友的營養。你很重視小朋友營養，還就你哋環境老以前嘛冇強用嘛，哈，所以小朋友嘅一個你嘅飲食上面你冇老給注意哈，就比較容易營養不均衡。營養不均衡，又講到像免疫力嘅問題也會影響。還有青島啲青島嘅生意會高敏哈，所以你吃東西嘅時節哈，你要去觀察講你生意咧，按樣式做得做唔得。真嘅誒，以前啊，喺講係高敏嘅時節，媽媽就會講。奇怪哈，有咩高敏哈？以前嘅石頭唔啲物價都高敏，好就像先生講嘅，其實因啲石頭冇強用嘅，古說其實食嘅東西要真認真注意，一下腦杯食嘅東西有毒的食品要按到哈。古說今日好好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像你講嘅烏鴉都細人嘅愛食買東西，哈，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就會講實在話。給烏鴉嘅一類都呀，世界上的時候，我們一開始攻擊的就係母乳，母乳母乳嘅飲食本其是配方奶，哈，因為配方奶嘛係講營養素會接近母乳啦，哈，還呀按飲食啦，哈，佢聲音會較大，你繼續給牛奶或者是配方奶或者是母乳嘅時間，哈，佢會食唔飽，營養不夠，熱量不夠嘅時間，哈，像佢食唔拉是會是會講會肚需要哈，冇是講會一直愛食新人按言哈。對，因為不夠飽，拉飽，家下是做的考慮本地副食品啦哈。副食品要看該寶寶的一個發育哈。對，你要用你的判斷，你給寶寶什麼時候就得開始吃。我們說離乳食物，對不對？該寶寶從你講的比較重要的一個消化的一個階段哈，是講你4個月以前哈，個寶寶的一個消化系統冇按完整哈，特別係對脂肪的東西它唔好消化哈，所以你4個月以前要本給一點點嘗試看看哈，是種的油的東西。4個月以前就可以本烏鴉嘗試看看，一點點哈，是本給從。就再按樣式，就會看他的反應，一小時係看佢嘅反應，看佢嘅反應，吃了衝控很用誒，還要看寶寶的一個發展的一個狀態啦哈。你講該4整年嘅時間哈，佢嘅吐舌的反應、伸舌的反應，很明顯的時間哈，表示佢一個那個舌頭的一個吞嚥哈，一個功能還沒按好。哦，你啊勉強給他食哈，佢可能嘛不會吐出來，或是講佢嘛吞嚥唔會按好哈，所以你啊看佢吐舌反應很明顯的時節，你啊嘛係比較不適合給啦，哈，還你講一點點的像果汁，米湯一口而已哈，對他們來講是比較不影響。所以就會你會觀察寶寶嘅譬如體重啦，像時常講嘅，佢要消化什麼，你講你吃看啊佢。反應很用誒，有食慾很用誒，對不對？有啲寶寶較細嘅時節，佢不會自主講，或者是搖頭，或者是你會把它拒絕。唔會啊，很貼細嘅時節，呢種嘅時節嘛，係不是那麼適合給他呢種嘅副食品。對，所以你看到寶寶開始啊，自己會自主嘅一個搖頭轉頭哈，就可以表達一點點愛阿嬤愛安尼嘅哈，是可以開始。本給呢種嘅一個副食品，所以其實簡單講，先生講嘅係一般的概
念，4个月以前你就得吃宽钠，等于4个月以后，一般来说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离乳食品。当然还可以看个案呐，有些小孩朋友发育较急。有些小朋友发育卡无按强，故作也还可以看。不过，迄讲真紧要吃，因为为什么要吃副食品，就会一个增加钙热量啊，还有营养，对对，蛋白质啊的营养。故作鸦片同大家的分享的嘿，迄讲你真紧要是按用嘅副食品，就会可以是唔系只有喝母奶的时候，你会具备用一个条件。像细年含细细的时间，佮需要量无按胎的时间哈。你本期副食品是做的日烘，你是不是考虑讲那营养均不均衡？因为其主要的一个食物含的你的配方奶，某是母奶哈，你是做的一点点米汤，一点点果汁哈。一次一种，本给试试看哈，也等于是ให้训练给一个味觉对食物的接受度，还给肠胃对那个食物的耐受的一个程度哈。你是观察看看给，你是本给些一小匙哈，吃到去哈，看给反应用饮哈。如果还不错，就是隔天再慢慢给。再慢慢增加，然后让慢慢的增加项目，好，其实米汤可能做的，哈，你可能是做的玩苹果汁，哈，还做的玩其他的一个。错，因为有妈妈会分享讲，迄讲日本给欧亚的哈，不论讲西藏也好，旧藏也好，一些也好，你可以是本地是按用嘅副食品嘅时节，其实。有嘅妈妈会建议讲，你做啲单一食物，因就经常讲嘅，因为迄讲你100本去是2种也好，也系3种也好，可能其他清好是吃到清欢喜，不过迄讲你嘅身体有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你就没有办法去分辨都带黑哪一种单一食物有问题。特别是大概4个月、5个月时间哈，你摸本给挺复杂的一个食物哈，你去观察一个肠胃对那食物的一个耐受性。嘿讲你一种一种是太家就会哦，其实按用的东西会不好，可能会狗美呀，你下次就可以避免。还你做的多样性，少量多样，好，可以试试看。因为你的过敏反应第一次，你的身体会去辨识你还某个东西，第2次如果你会过敏，第2次才会发作。好，所以你第1次本给少量，看看身体的耐受，你第2次给的时间，是不是知道说第2种的东西，宝宝吃的给他反应很有因。其实更难讲，同大家来整理一下，营养当然轻松有嘛。力神经重要，唔係以前跟眼推哦，以前跟眼推就会，你们这边讲到食物会做到看圆哈，比较细碎，你讲以前就会可能工具不够，就会阿婆係媽媽會失身啊，不用到細人嘅嘴度吼。以前啦，唔過壓死腿冇強用，大家就較注意，像係味神嘅問題，口味搭配也輕重要。你啊是講細人剛開始接觸食物，你會建議給他吃食物的原味哦，聽到的一個調味的時節記，反而那個味覺哈變到會遲鈍，漢白是食當到東西是會覺得冇味西，所以口味很重要，所以盡量先不調味。如果要調味，是一點點的鹽巴，有得鹹是做的哈。我你該味西聽鹹聽甜，哈，對細人來講都是一個。以後味覺的訓練會看好，其實健南公園就會比較維持它比較完整的味覺的發展啦。就這樣講，其實是按有個東西，其實還是有階段性的，有改團的，不是一下就完全斷掉，它其實是間接的，循序漸進。例如唔係講馬上是某些牛奶，像某些配方奶，馬上是某些母奶安樣哈。例如是講 NEM。副食品慢慢加哈，慢慢去取代你的一个母乳，对，慢慢的，对不对？中鸦片有共同嘛，一开始一种，我们刚才有特别强调，慢慢越来越多用嘛。一开始少少的去吃宽呐，慢慢的卡卡多哈，煮得很软烂。不过这边要特别讲的是第5点，愉快用餐不强迫。其实。你会担心，因为有一种饿叫做妈妈觉得你饿嘛，我们都一直很担心小孩吃不饱啦，黑妈妈，所以没生人哈。其实生人去搞会提高，你食有食饱嘛哈。不过有些生人真的就会好高去唔吃东西
伊等下肚需要其实会来学哈，所以唔攀的本地也会是这角色。有时节强迫的时节，伊反而对食物是一个抗拒，因为你是青岛的食物，那个味觉跟情绪跟情境是有连结。真的是东西就会快乐啊！你莫说生意，太你没用啊，太你是东西没轻快乐。个生意也用用。嘿，故说你是讲就阿婆的个米线，就嘛许多是会很怀念，有嘛轻怀念，你生意也用，有是轻快乐。啊，你本给一个不好的记忆，害怕许多的东西，你怕一个上多了不好的记忆。真嘅，真嘅不好的记忆，有冇？迄个给某一吃东西，你就吃到妈妈讲这很轻盈勇士，结果给泰国还一口都唔食，一口都唔食，因为佢知道嘅记忆有冇？看到嘅一些心情就會唔好，有冇？其實講到歐亞係什麼東西，其實也係動錯嘅觀念。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就仲嚟講。同大家来讨论到底欧亚度嘅小朋友而吃东西，因为一开始是牛奶嘛，不过牛奶咪唔辣啊，就会是其他嘅东西。其实讲到安度，大家有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欧亚同泰人相用，真嘅，因为泰人係天數佢是看營養嘅東西，不過佢也有喜好，對不對？懂嘢嘛，然後他也會覺得歡喜也唔歡喜。嗰時候那邊有講到有青島嘅寶寶其實很會挑食。你泰人嘛會挑食啦，對，愛吃到泰人挑食嘅問題青洋蔥，有冇？你看我們家家都講到，哎呀，唔好食嘅有鹹，有冇？希望就會好食也唔好食嘅，我啱要強用。嘛會啦，係人的天性啊，哈，所以就時節挑食嘅時節哈，你不用太執着講某一種食物有乜嘅營養素哈，你食物這麼多種哈，佢某一些胡蘿蔔你是揾別的有胡蘿蔔素誒。也係清楚嘅觀念哦。先生醫生講，迄個兒童寶寶吸收有胡蘿蔔素嘅東西，咁你吃家都唔好食，唔講你就不很鮮顏色。有冇愛用？然後生意員講，媽媽你都冇生啊，做乜要生哦？嘿，你做得揾迄種嘅食物啦，哈。我是講，佢嘅味覺，你在訓練嘅時節，可能你細時節冇訓練對胡蘿蔔嘅接受度，所以你看他你是當時胡蘿蔔你是會吃到了按摩血，哈。還你細時節你做得本佢試試看，讓他去接受那種嘅味道，哈。以後會較唔會按排斥那種嘅叫米線，哈。所以你做的還是可以試。哈，然後可以多試幾次，看給他接受度。因為有的寶寶他就是不喜歡那個味道，對那種的一個食物的耐受是沒按好哈，所以沒有硬性規定講一定要是嘛該這樣做的哈。對。所以你講唔是胡蘿蔔，你胡蘿蔔素青島的食物含有南瓜嘛有啊。迄講佢唔愛吃胡蘿蔔，就吃金瓜就好誒。你該番薯地不度嘛有啊，哈，你講木瓜嘛有哈，你適當給換不同種。哈，無共同嘅個食物本佢去看啊，哈，佢新南瓜可能其實會較容易接受，對，哈，嘛做得食到胡蘿蔔素安。不過鴉片有講到一清有意思嘅，就係佢用年輕意思東西嘅時節，我啱會講係冇，佢講佢唔會講法，佢唔會講法嘅時節，佢講就把頭撇走，你不用急着餵，你可以等一下，係愛用嘅意思。就是這。嬰兒因為佢對發展，在人格發展的一個階段啦，他就叫階段是乜嘢全部都講冇愛，什麼都不要，什麼都冇愛，乜嘢都冇愛哈。所以某一天係佢一天冇愛學哈，冇是講佢哋下冇按搖哈，佢哋下冇想愛學，唔係冇愛學呢一種嘅食物哈。所以你做的不用教下哈，讓本佢試試看哈，冇是不用要給他投錢，本佢去自家去選哈。另外其實小朋友有的小朋友成長發育輕強，好，所以很小是自家有自家的一個想法跟意見哈，所以你是讓他自己選哈。那當然教育跟那個老師講哈，那就把它引用哈。其實你感覺寶寶聽不懂哈，可是你表達的該種的意思他會懂哈，所以他也可以讓他慢慢去接受。你吃東西是輕講講，你愛東西
对其嘿一个负面的连接啦。是。一旦是负面的连接，和其他的细节可能是不行的。古说其实简单讲的总结就清简单嘛，你的本体吃东西有欢喜的感觉，心情会清好啊。你不要在生人面前去批评那个食物，你就不会有不好的连接。你都还蛮认识这种的东西，就讲哦，那个东西有问题，你就可能你就想说，哎呦，妈妈有讲，该气氛就会按用，你就抹一声。对，那还有啊，这边哦。在宝宝面前吃以身作则，蛮系啦哈，像有的生意像青椒末，它给姜该米线嘛，有一种嘅咸，有叫咸给好选哈，还你是做的往甜椒末按该咸末按葱，是不给生些甜椒去适应那种味道，然后再慢慢往青椒，好，你青岛生意可以讲小时候的味觉哈，因为他也说不出来，有的父母哈，还有的嘛该它味道较重的哈，生人全部学得出来哦，因为他们的味觉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哈，对很多的味道比大人敏感，所以你是抢出来唔会吃到苦，其實都會腐腐。錯，對，我哋食起來唔會腐腐，其實食起就腐腐。所以做的在等他大一點的階段，這個本其實哈，像我兒子其實某些茄子，細細時節佢看到茄子其實會驚。因為佢吃到嘅，佢吃到佢口感唔好，唔係上好按住，係講喺煮起來軟軟，嚇食起來按綿綿嘅感覺，其實係清涼嘅。係因為有些人冇愛食嘅東西，係因為顏色。以前到嘅人佢冇愛食搶出嚟，佢就知道個顏色好奇怪哦，很奇怪，佢冇用嘅感覺。就時常講到雕出來因為佢係紫色，煮起來又有點灰灰紫紫哈，其實佢冇一些那種，不過他也是，他就可以接受，所以要一個階段。對，就像時常講嘅階段嘛，因為可以是副食品嘅階段，就會我們先從液態。對不對？慢慢開始練習，對。那液態全部係像果汁啊、蔬菜湯哈。那按年呢，糖低不度？第一個，這是比較適合較細的小朋友哈，4到6個月。以這個為主是較冇油哦。就是配合給他一個消化的一個系統哈，很泥狀的一個食物呢，慢慢哈比較固態哈，這個就是開始訓練給他一個舌頭吞嚥哈需要的一個狀態的一個食物啦哈，是做的把它磨成泥哈，對啊，是青豆工具做的蓉哈，對，韓國較大嘅哈，開始會生牙的時間哈，你是做的本也是就較硬的東西。有些人發育較強，很快就長牙齒的。其實給親家就開始吃比較軟的飯了，錯嘛哈。因為時常剛才有講到有很多的工具，現在就有帶來青豆給讓他做對做寶寶副食品的工具。對，比如講像讓他做對看到像那個湯匙模擬的，對，然後還有像食物調理器，把它打碎，像這個就是其實像媽媽都會用到的工具，不要再吃一吃再去餵小孩，因為小孩的那個不要再吃一吃，對，以前可以按用，讓他中等哈，因為小孩給他免疫系統嘛還沒有健全哈，對，所以你一點點的細菌病毒對他們來講都會變得很嚴重哈，所以那個。以前的一個古法都做不得容了，對，所以其實平常工作按都當然還有幾個月可以吃什麼，我們等一下有時間後來講一下，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就會營養素。其實隨着寶寶越來越大，有沒有4個月將近1歲半2歲，其實他需要的東西，我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像膳食纖維就青蔥油，有的生人是講纖維是唔辣，水又是唔辣，所以佢會避減。因為生人比較也挺麻煩的。其實你阿媽係太人需要的營養素啦，每個人都需要啦哈。是講你生人因為生長發育很快哈，所以你要給他足夠量，像碳水化合物、然後蛋白質，熱量來源熱量來源。好，那有脂肪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唔好跳動哈，因為給他消化。唔過要做唔得冇。
一定做要，比如像脂肪啊，就阮时常讲，比如讲伊迄讲种个较少嘅猪肉，迄讲迄猪肉头，可能是一些嘅猪肉头，嘛做得哈，含一点点的排骨，哈，莫按油，哈，嘛做得慢慢按用就做得其实就会增加几个营养嘅均分，哈。其实乡亲朋友咧，还有嘛个本欧亚是你要注意嘅问题，你哋聊下，等下再再来讲。大家来分享欧亚度声音豆大概是嘛个东西哈，我们前面真给讲青豆哈，不过亚同大家再整理一下，就是宝宝的用餐时间表，其实一般的概念可以按用饮啦，对不对哈？大概1到3个月含那先配方奶模式先母奶啦哈，含4到6个月开始是做的种细糖去喂食哈，而种细糖是有等人会老该嘛该配方奶老该米精啊，全部放落去混在一起，用奶瓶去喂哈。那这个就少了给宝宝去训练那种一个味道的一个体验，还有那吞咽的训练，是为某训练的。其实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分开较好。嘿，分开你用汤匙喂食做的训练，给对那种食物的味道的一个感觉，还做的训练给吞咽。对，还这个是讲做的是较硬的，像稀饭或是像个面条煮较硬的哈，还你也是可以要训练去咬东西，还有舌头，其实你舌头也有把这个软的那个饭或面把它弄碎的一个能力，可以嘛去训练它啦哈。不过提供4个方式，请等一下，你做的用细同时去喂它，不过也做的宝宝就自己用手抓，用手去。拿东西是就做得，嘛做得哈，就等于是讲要讲其实都蛮耐会哈，是为自己喂，按人较强力哈。不过用宝宝用手抓嘛，去训练其的一个碰触还有那种的肢体。就是吃完之后全部都是，对不对？全部都是嘿，你做的铺一个比较开个翻米本意按用。其实是给宝宝有一个训练的机会啦。好，更多还有让他训练那手抓的一个能力嘛哈。还那9到12个月开始那种的饭哈，还有的较软的水果哦，那种的是做的开始本给先哈，是差不多上该牙去的哈，是做的可以训练给咀嚼哈，咬东西哈。他们1岁以上大概是做的从胎年，就是大小孩了，莫先硬的东西，他们都是做的些的哈。还有的坚果康硬哈，你是也比较不建议这样就是小孩子给他1整颗安康康的。不过爱吃豆吼，就是真给我看远的，因为譬如讲你吃个东西，迄讲像葡萄呀，有时候太大还可以讲生也会感到。爱吃豆食物还是要稍微小一点点。像葡萄，如果宝宝手抓给某几只落去，就要紧咬，就还好。希望爱要吃到讲，迄讲个东西贴太低，往牙给含，特别会咬圆形的东西，给一伸下去，就觉得鼓溜的话，就注意，要真给他注意哈。不过其实都在。一开始有青豆给妈妈的准备给副食品不往牙齿给时间，我们整集节目更多鸦片可以一直听到米汤，米汤第一个阶段啊，做的主哈，对，因为你一个主食最常喝的就是最常吃的是米啦，对，所以你吃饭哈，本给生去烤那，你的平常最常吃的一个食物。让他试试看。公豆鸭还4到6个月给熬牙也做得是个米汤嘛。那其实这个是真的是煮得很软。其实，那米汤你煮该稀饭那一层，上面那一层。有些人像胎饮是饭，跟谁胎饮会吃高，你不要只吃白饭，怕给饭，比如你做得吃五谷饭呀，还有一种糙米饭，因为按用胎饮会吃到较饮油，生也黑没呀用。五谷饭我是糙米，你会建议较太的时间让老给试试看。那如果是用煮成米汤呢？米汤，像
糙米做的哈，啊你五谷饭其个成分较复杂哈，你还没有确定其对了的食物的耐受的时间哈，你是不建议讲一下子是不用听多重，哈，你做的一个试之后再给。古时候还会做的是，从其个营养价值清高，古时候就会其实讲来讲去就会可能个红芽吉胎。吉胎还是讲，他这几个都试过，没问题哈。你要给煮强下做的。不过那边还有一个我爱吃到吃感情有兴趣的一种给宝宝副食品哈，就会嘛个咧海带泥菠菜粥，吼，什么就会割菜嘛，割菜，还有咧海带全部切轻圆状的哈。不过咧一定要用该。调理机来给打碎了，哦，就会先从大家做的看到的调理机，身上有带来的吼。嘿，无该菠菜啦、海带对成人来讲哈，会卡有的会较硬，该挑选比较软的哈。该菠菜是该叶子的部分，梗的部分你是没用。芽呗。含那海带是做一种海带芽，会看比较嫩，很软，嘿。要真正的，我说某时候。看海带泥老割菜，我就知道是轻营养的一种给食物的一种副食品。像你要提供本，你给乡亲朋友看一下，迄个我还有红芽做得做安用的副食品本身颜色哈。其实唔单讲迄安用的，还有我说也挺有意思的，油菜五柳面。其实。不一定用乌龙面啦，你家常面来给煮圆嘛做的哈。该油菜也该梗嘛较硬哈，你莫来给打碎的话，你是那种该叶子的部分来给切较肉的哈，是做得做的。像亚海要可以就会9到12个月有吗？我们一开始讲的米汤就是它谁给谁你，还有跟着说的黑菠菜嘛。菠菜粥哈，哎，有个东西又是宝宝再大一点，压它湿豆压黑，宝宝又再更大一点点。我们公公鸭你是9到12个月，我太卡会公豆你是9到12个月，像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公豆公，其实像膨筒哎，有个东西，生也黑种不是的。你是1岁以下不建议的哈，因为你1岁以下小朋友肠子里面的那个。菌虫是讲那益生菌，给它系统还没有建立完整。该膨筒底部都有肉毒杆菌哦，好，给吸到肉毒杆菌都肠子里面会有产生一些肉毒杆菌的毒素，好，因为小朋友的一个体积他体重比较少，所以给他耐受剂量只有一点点，所以一点点的对你红阿来讲是就很多了，对，是一个很。姑说妈妈不要想说哇，有没有喂他喝水，有没有甜甜给水用膨筒，按你就做唔得，一岁过后才做得，嘿，一岁过后才做得，这个真的特别注意。本地甜甜，你可以用葡萄糖，它冇用到膨筒，好甜甜哈。所以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玉米蛋。也有卵，因为卵係營養價值清高嘅一種嘅食品。入邊講到嘅玉米蛋三明治，唔講你看一歲，佢也講到係一歲到一歲半，就我們前面看到那個階段性，其實已經做得是種太硬嘅，牙齒有長牙齒咧，哈，你是做得很易咬，然後較水掉嘅哈，那種嘅是做得像太硬安樣些哈。不過卵係青島人的一個過敏源，哈，所以你在。不是说之前都没试过，因为之前一定给他吃过一点点的一个蛋，对，从蛋黄先试，是好，不会过敏之后再全蛋，好去试。那这样子是不是也要单一食品去试它呢？像先生讲，黑蒙因为底黑卵，比如你卵同其他的东西强下试，你就唔底黑没卵啊。譬如说，你米汤是一阵子的，我们就知道米汤没问题，你是不用讲。乱放落去哦，米汤同乱放可能做得强下，先是冇问题，让规只卵打落去，你就第一卵做得什么？迄讲你加米汤加卵的时间，迄讲有一些问题就知道个，可能是卵会高敏，就都是蛋黄唔会高敏，是到蛋白会高敏。好，要真正会吃，也是经常讲，所以也会提供大家一种的方式，做得避免过敏的方法。哈，其实节目讲到也还好。最后我们讲一下，其实宝宝还会有鼻结的问题，都在简单的讲一下，用来解决。台湾讲的葡萄糖的糖水做的啦哈，很多宝宝嘿，给大便嘿
一粒勇士哈，该迄你的水肠子里面的水分啦哈，你要很给都是得水，还就得生人就去轻微出汗哈，你水分补充那时间嘛会比较哈，还你头要讲该肠子里面的细菌嘛伤后的时间，你尽量生饮是唔好分给。吃外面的食物了哈，因为你要好菌膜啦，时间你一直吃外面的东西，那个肠道细菌不平衡，对，所以所以其实唐先生讲简单讲，其实是老痰影响咯，菌分应用都是属于乜嘅东西都会是，好是做啲解决动作嘅问题哈。希望乡亲朋友看今日嘅节目，其实做啲对，生意做啲是乜嘅生活动态哈。非常感谢先生嚟到聊天，感谢。好，听你下来，我嚟做认同了。